继续来看台南市安南区，昨晚发生陆军训练用的遥控航空器，唔知影什么原因煞落落来。有2间人家厝的厝顶是破真大坑，甚至连汽车嘛结互击到，加在是无人伤亡。也那军方这边已经答应会赔偿。面皮注定迄早是会弄破，会当看到红色的石膏甲机身拢解体，零件喷甲规死过，厝主嘛惊到。恁太太是有惊到还是怎？惊到，吓到。伊是讲到声足大声还是？对呀，乒乒乒啊！唔但注定会讲破，其中敢若是莫大零件落来，又搁喊到停伫路边的轿车，引领挂甲车窗玻璃，好佳在无人伤亡。无人机掉下来的，你看砸一个洞那么大，从窗户跑下来，才从我们那个屋顶上下来的，车子也打到啊。这件意外发生伫台南的安南区，陆军炮训部委外合约厂商伫这片离湾遥控飞机操作训练时阵，唔知什么原因落来，先让探过一间徛过厝顶，对头门飞出去了，又个让探过一间徛过厝顶迄啥事，真侪大户受影响。军方有派人到现场处理，讲会赔。军方那边有讲要安处理无？啊，他就负责啊。也得处理了。对，看我们善后多少哦，跟他讲，他们会处理。因那飞机为什么下来？是机械故障，也是机弄掉胶啊？这嘛也搁伫咧调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